廣西依家嘅全名叫廣西壯族自治區。壯族人嘅性格係點嘅呢？喺中國歷史入面，原來佢哋都擔任過保家衛國嘅大旗。書童嘅童字，原來另一個讀音就係壯，強壯嘅壯。咦，文英做乜無啦啦提起個字咧？因為事實上咧，廣西壯族自治區嘅壯，以前嘅寫法就係用書童嘅童嗰個字，一直到近代，周恩來總理先至為佢哋嘅民族改名，叫做壯族。咦，咁似乎有啲故事喎。係啊，咁啱廣西民族博物館就以一個巨型嘅壯族銅鼓去作為建築物嘅外觀，所以一睇就知道，如果我哋想追本溯源，了解壯族嘅發展，就一定唔可以錯過入面嘅壯族文化展。壯族早喺先秦時代就已經活躍於嶺南西部，同樣係8月入面嘅部落族群。睇返歷史，壯族又以勇敢善戰而聞名。11世紀初，同廣西接壤嘅越南李朝逐步強大，甚至進一步侵擾中國邊境。壯族眼見宋朝嘅官兵難以抵抗越軍，於是就同瑤族一齊起兵抗越，拖到中央嘅援軍嚟到，合力擊敗越南，打咗漂亮嘅一仗。嘉靖年間，明朝同倭寇展開過大大小小20幾場嘅戰事，其中有一仗就係由壯族嘅女英雄雅氏夫人聯同土家族、苗族嘅士兵，成功同明軍一齊消滅咗接近2000名嘅敵人。到底係環境造就咗壯族嘅勇氣啊，定還是係壯族嘅勇氣為廣西譜寫出英勇嘅歷史呢？但即使係善戰嘅壯人，同樣都有屬於佢哋嘅藝術同音樂發展。譬如呢類色彩豔麗、富有少數民族風格嘅手工質感、壯感，好多時都係喺佢哋嘅頭披同長裙上面見到。另外，銅鼓既係佢哋跳舞時常用嘅樂器，亦係佢哋部落領袖嘅象徵。今次嚟到南寧，除咗可以欣賞到獨特而優美嘅嶺南西部風光之外，仲加深咗我哋對廣西少數民族嘅認識。係啊，除咗佢勇敢嘅個性之外咧，我覺得佢嘅藝術、建築同音樂咧，真係好開眼界嘅，同我哋漢人咧風格好唔一樣。冇錯啊，我會覺得佢哋好有一種人同大自然共存共生嘅感覺。有時自然界係好美，但有時又好現實、好殘酷，或者就係呢一種嘅環境成就咗壯族。或者人生可能就係咁樣啦。